镜头转来看，国内药房愈开愈侪间。伫咧高雄，就药房为着要多元化经营，咸咧卖错冰，而且佮宣传讲是有掺益生菌的冰。不过卫生局去稽查的时阵，所发现到这配料过期，甚至因的益生菌无药品许可证号等等的缺失，涉嫌违反到食安法甲药事法，卫生局特别依法来甲因严办。 一碗细花冰药事坑配料，搁再亚益生菌。高雄林雅区一间药局为着多元经营，伫店内卖细花冰，搁直接伫药局的网站宣传。药局卖细花冰是起因济网友去录影，毋过有民众听到是有挂哩。你卖药就卖药嘛，你政府有许可吗？最近食安又问题又很多嘛，所以就可能怕说，小朋友吃了又有问题，然后延伸说。 到时候再来查的话，可能也已经太慢。民众的烦恼毋是无理由，因为卫生局3月2日接到通知去稽查，查到现场6项配料已经过期，佮无保留实在来源，已经牵涉违反食安法。更加发现柜台顶的益生菌无药品的许可证号，嘛无合法的购买凭证，恐惊嘛牵涉违反药事法。预期产品就地监督销毁，并处以业者新台币6万元以上罚款，另查未有药品许可证 字号的益生菌，为业者无法提供合法购买凭证等资料，依涉药事法第22条。卫生局针对相关的缺失来采罚，3月29登去到药局门口写细花冰的牌仔也搁伫咧，毋过店内的机台已经无落来。药局是无愿意回应，敢若讲也未收到卫生局正式的公告。记者高雄报道。